做過社福界嘅人都知道，係人都要跑數，一係咧就要跑個案數，一係咧就跑活動數。咁但係喺讀輔導嘅時候，學校冇教過你點帶小組，咁點算呢？大家好，我係阿桃，一個90後輔導碩士畢業生，而家喺香港做緊全職輔導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作為一個輔導員，我點樣由0到1快速咁學識帶小組。除咗輔導員之外，如果大家想快速學識一種技能，而且又可以教人，咁今日呢一條片都會啱大家睇嘅。我會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創嘅影印機大法，我會分享我嘅經歷去介紹呢一個方法，最後會概括重點。畢業之後好快就意識到學校教嘅好多都係理論，真正做嘢嘅時候要點樣實踐翻出嚟，真係要靠自己探索。於是畢業之後我上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坊或者係短期課程，但有時上完堂都會好似冇上過咁啦，唔係好識得應用翻出嚟嘅。咁有一日我嘅人生係叮一聲改變咗。我參加咗一個關於溝通嘅活動。其實嗰一日我本身係被逼做參加者嘅，本身對於個活動係冇太大期望。結果嗰個活動嘅過程令我對溝通有好大嘅反思啦。我覺得都好啟發到我。然後喺嗰一下，我個腦就浮現咗一個諗法，就係原來我其實都可以帶翻個活動出嚟喎。於是我就用文字記錄咗嗰個活動。由於呢一個想法都仲係喺實驗階段，咁我決定同啲朋友玩一次先。咁最後啲朋友都好投入啊，我覺得個反應都幾好。然後我就直頭喺我做嘢嗰度帶一次成個活動。咁最終出到嚟嗰個效果又係好好。我用呢一個影印機大法有咗一次成功嘅經驗之後，我每次去上堂只要我覺得有反思有啟發性，我就會用文字好詳盡咁記錄一次成個活動嘅過程。咁點樣詳盡法呢？我會將佢分成大約15分鐘一節，記錄個導師當時問咗啲咩問題，或者佢講咗啲咩，啲組員有啲咩反應，同埋我作為參加者嘅感受等等。呢一個方法唔只適用於一節嘅活動，我試過應用喺一啲幾堂嘅活動。有一段時間我對於失眠呢一個課題好有興趣，因為我留意到我好多個案都有失眠問題。然後咁啱得咁巧又俾我見到一個免費嘅失眠治療小組，一共有5節，每次2個小時。於是我就有個好大膽嘅諗法，就係我要上完一次就帶翻一次成個小組。因為當時嗰個小組係俾一啲失眠嘅人上，咁所以我都唔好意思參加，因為我驚明明我冇失眠，但係就佔咗人哋一個名額。咁所以我事先都有同個主辦方講翻聲，得到佢哋同意我先參加。開頭我係抱住一個我想複製翻呢一個組嘅心態去上嘅，咁結果我喺呢一個組都有好大嘅得着。我遇到一個好有心嘅心理學家，關於呢一個小組或者我踏入輔導界之後遇到嘅好人好事其實之後我都會想拍片分享。咁翻去正題啦，最終我係成功搞咗一個5節嘅失眠小組俾我嘅個案。事後我又問翻一啲參加者嘅意見啦，佢哋都覺得嗰個小組係幫到佢哋嘅。咁有埋呢一次失眠小組嘅經驗更加令我相信呢一個由0到1學識大組嘅方法。我會歸納為以下嘅重點。第一點就係積極參與，用心感受同埋記錄。我會話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唔同機構舉辦嘅工作坊或者課程，見到啱就參加。呢一個影印機大法講求嘅就係去做參加者，真係好認真去感受作為參加者嘅你覺得嗰個小組係點。當你作為參加者嘅時候覺得成個組都唔好咁我就勸你唔好搞呢一個組啦，因為好大機會你嘅參加者都會覺得你做得唔好。成功學之父、思考致富嘅作者 Napoleon Hill 就話，冇一個人可以推銷佢唔相信嘅嘢。當我想推一樣嘢俾大家嘅時候我必須要覺得嗰樣嘢係好。所以如果你做參加者嘅時候覺得好，你先去考慮呢一個小組你會唔會去帶。咁你可以記錄低你覺得嗰個講者做得好嘅地方，然後向佢學習。除咗記錄你作為參加者嘅感受，
你仲可以記錄埋其他參加者嘅反應同埋佢哋當時嘅一啲回答。咁樣呢，當你自己真係要去帶一個組嘅時候呢，你內心會有個準備，其他參加者可能會有啲乜嘢嘅反應，咁你就會冇咁緊張，然後就可以同自己講，提醒自己啊，你作為參加者嘅時候都會有呢一啲反應。咁其實當你去帶呢一個組嘅時候，嗰啲參加者有呢啲反應，其實都係正常嘅。第二樣呢，就係上完堂即刻整一份屬於自己嘅筆記。啱講嘅第一點呢，係着重記錄翻個感受，而家呢一點呢，就係着重記錄個活動內容嘅。如果呢有筆記嘅話呢，就好好保管。有一份嘢呢，參考住再去做呢，絕對係輕鬆過你憑空諗一份新嘅出嚟。而且呢，要打鐵趁熱，一上完堂呢，就即刻整一份屬於你自己嘅筆記，因為嗰一下呢，一定係印象最深刻嘅。咁嗰陣呢，我上完個失眠小組呢，就係一上完堂就即刻整翻一份筆記，雖然都幾辛苦嘅。收咗工之後去上堂啦，上完堂之後落堂已經好攰，但仲要整理個筆記。咁但係呢，整理筆記嘅過程入邊呢，你係會發現到好多嘢嘅。咁你可能咧會發現自己有啲唔識、唔了解嘅部分。咁呢啲位咧都係你要花時間去做資料搜集嘅，同埋咧你要用你自己嘅 style 去編排一次成個內容。咁但係整完出嚟咧係絕對值得嘅。第三點咧就係招募參加者啦，踏出一步去搞個活動。諗翻起咧，其實都幾癲嘅。當時咧我上完2堂咧就已經覺得嗰個課程好幫到我啦。咁我就估呢一個課程都會幫到我啲 client， 然後咧我就決定出 post 招募啲參加者。咁第4點咧就係帶組嘅時候咧要用心觀察。我當時咧去上呢一個失眠小組嘅對象咧係青少年嚟嘅，咁同我自己嘅 client 咧完全唔同啦。然後我係有因應咧我嘅個案每一堂嘅反應咧，然後睇下佢哋嘅進度，再去修改個內容。例如咧有一堂咧講思想陷阱，我係因應咧我平時見 case 嘅時候咧，啲 case 佢哋會有啲乜嘢嘅思想陷阱，我去整一啲例子俾佢哋，令佢哋更加易明同埋會有共鳴。另外咧，因應佢哋嘅情況咧，我覺得呢一個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入邊咧，改善佢哋嘅認知比改善佢哋嘅行為更加重要。咁所以咧，我喺呢一個課程咧就加多咗一啲關於認知嘅嘢啦。然後我又加咗我最擅長嘅圖像，同埋講咗一啲故事，去令到佢哋更加容易聽得明嗰啲嘅概念。影印機大法咧，其實只係一個框架去俾大家構思一個活動。咁細節咧就真係要對應翻你嘅場景啦、client嘅反應啦、你本身嘅性格同埋你自己擅長啲咩去修改嘅。總結一下咧。呢一個影印機大法點樣幫我由0到1學識一樣嘢，仲可以將我嘅知識分享俾人。第一點咧就係去做參加者，而且記錄翻做參加者嘅感受。第二樣嘢咧就係記錄翻嗰個課堂內容。第三就係勇於嘗試去帶組。第四就係帶組嘅時候用心觀察。喺呢一度咧，我好想多謝我去上失眠組嘅嗰個心理學家，想講咧佢係超級有心。嗰個失眠小組嘅每一堂咧都會有功課嘅，我哋咧係要寫睡眠日記。佢係會喺每一個參加者嘅睡眠日記度寫好多回應。由佢嗰度咧，我係感受到佢嘅用心同埋熱情，完全係燃起咗我當初做輔導員嗰份憧憬。我亦好多謝咧我嘅拍檔。當初咧，我想搞呢一個失眠小組，但又有啲擔心，因為事前準備功夫好多啦，開組期間亦都有好多嘅工作要做。但係咧，佢同我講，佢話如果我想搞呢一個失眠小組咧，佢會全力支持我，叫我唔使擔心。我亦都好想多謝自己會有一顆幫人同埋願意學習嘅心。如果唔係咧，都唔會有呢一個小組嘅誕生，亦都唔會有今日呢一條片。而前嗰排咧，我仲有俾合作夥伴邀請我去講失眠添。歡迎大家咧留言話俾我知你哋學習嘅好方法，等我哋可以幫到更加多人。又或者話俾我知關於輔導，你哋會想知啲咩？最後想同大家講聲加油。如果你哋有一啲嘢想做咧，就即管去試一試，先行動再修正。只要咧你有心，人哋絕對會感受到。
只要你好想好想，你會發現成個世界都幫緊你。下一條片呢，我想分享下我係點樣一步一步去突破自己，由冇乜自信、好容易焦慮，到而家今時今日嘅我，享受焦慮同埋相信自己嘅價值。今集呢就到呢一度先，多謝大家收睇。我係輔導員阿桃，一個90後輔導碩士畢業生。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